挑将不详。公孙挑文话，夫子动若有贼，关中按子之功，可修复好，并主话，主成贼人也。伫关中按子的意义，迄本何精细话，我主有主无属贤，精细确认话，我先主之所为也。话然即我主有关中属贤，精细不良不一话。你何将比有关中？关中的官，自比其专也；兴复国政，自比其久也；公略，自比其必也。你何将比有事？话关中精细之所不为也，弟子为我关之后，话关中以及军霸，按子以及军险，关中按子又不足为无，话以贼王又反手也。话若是得地主之业自信，且以文王之德必然而和平，又必协有天下。武王周公继之，然后大行，今见王若以前。这本王不足法无话，本王何可当也？有通就无定，显圣之君欲出作，天下归温救应，救则难辨也。武丁表诸侯，有天下，有温之众也；刘之起武丁，必救也。其国家为小，流芳善政，又有尊者，又有必主必重，王子必干。其主高洁，在贤人也，相互互相之，国久而后实之也。彻地不非其有也，一民不非其善也。然而本王有方必地起，是依然也。这人有言话，虽有智慧不如相世，虽有自己不如太师。今时则以然也，下何温州之相，地必有过千里者也。
而这有其第二，假名故非上文，而答何事件？而这有其名义，地不该撇意，民不该注意，行人情地王，国之良故也。请王者之不作，必有所有处时者也。民之交喙有局者，必有心有处时者也。己者以为心，客者以为阴，空自外。得之流行，所有地有利传遍。当今之时，万乘之国，行人情，民之一致，又该得。自贤也，故事万古之人，讲必背之，以处时为前。